外邊冚啦，人心聲率先上去啊，響入邊偷位咧，仲有企跑得噶，外邊追上嚟嘅馬啦，就包裝明區啦，出邊追嘅馬，大愛當係健兒快，馬林中間仲有安可啊，最後300米到啦，和平波鬥緊包裝明區啊，後邊係安可啊，再見到大愛當金城明區亦都追緊上嚟啊，最後100零。首先呢，我唔係職業賭徒，呢一集我個朋友就講賽馬會嘅澳洲幫董事縱容澳洲騎師做馬做到離晒譜。完全賽後係唔合理嘅解釋。呢場馬係3月23號第10場，係澳洲騎師布文騎嘅人心聲。佢話坐騎喺直路早段受催策，後來坐騎催策毫無反應。唔識騎馬嘅人都睇到佢明明係冇催策，明明冇催策到嘅就會擔心個坐騎係有問題，繼而係收停。最後隻馬檢查係原來冇事。大家都知道賭馬係假，但係假得嚟都要合情合理。馬會裏面啲高層都係澳洲董事好多，所以特別偏袒嗰啲澳洲騎師。換轉係香港騎師，佢就可能會好嚴厲，連馬會都會有歧視啊！我唔係職業賭徒，但我戥我朋友唔抵，佢條氣亦都非常之唔順，咁樣係欺騙投注人嘅錢，大家點睇呢？